喂，大家好啊，好開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喺呢度傾下偈。做咗熱線義工咁耐呢，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哋常識遇到、聽見都覺得好心癮嘅話題，就係點樣去幫啲打上嚟嘅朋友拆解佢哋心入面嗰種好深嘅自我嫌威咯。準備好未啊呀？我哋入正題啦。我真是控制唔到自己啲負面情緒啊！我好討厭依家嘅自己啊！大家做檔節嗰陣，是唔是都聽過唔少啲啲咁崩潰嘅聲音啦？其實呢句話背後講緊兩件好重要嘅事。第一，佢覺得自己已經完全控制唔到自己；第二，就係佢心裏面嗰個自我價值已經徹底咁冧晒啦。等我同你哋快速睇下今日會講啲咩啦。我哋會分開幾個部分。首先睇下點解會出現呢種自我厭惡，同埋背後嘅心理機制。跟住就學下點樣用積極聆聽同埋去標籤化嘅技巧，之後仲會有啲實戰模型添。最後呢，就會講下點解樣去評估自殺風險，同埋點樣用自我慈悲去幫佢哋，一步一步慢慢嚟呀。第一部分呢，自我厭恨嘅剖析，壓力煲嘅現實。你哋想諗下，點解啲人會去到咁爭自地呢？其實啊，同香港呢個超級壓力煲嘅大環境真係有脫唔開嘅關係噶。你睇下你嘅數據真係嚇死人嘅，有80%啊，即係話香港有80%嘅打工仔最近都試過覺得好焦慮，或者覺得自己消沉咗啊。最陰功嘅係咩啊？有80%人收咗工之後，仲要接受復公司嘅短信啊！你諗下，日日都係咁，個人點會無產啊？嗰種無力感呢，積積埋埋就好容易變成覺得自己好無用，跟住就會好討厭自己噶啦。另外呢個數據仲話俾我哋知，有70%人係好驚俾人標籤自己精神有問題噶，即係話佢哋就算撐得好辛苦，都唔敢同身邊嘅人講。呢種自己一個人死頂嘅孤單感，真係好羅明噶。搞下，佢哋就會將所有責任攬晒上身，覺得一定係自己唔夠叻啦，咁樣只會令到佢哋越嚟越憎自己咯。第二部分，拆解內在批評聲音，崩潰給心理學。明白了個大環境，我們再深層地去看看，到底求助者崩潰個陣，他的個腦裏面其實發生緊咩事了呢？點解會咁失控呢？呢度有個好值得留意嘅對比。完美主義都有分兩種噶，一種係個人標準人，佢哋對自己有要求，但做錯嘢唔會死捉住自己唔放。不過我哋以色列先最常遇到嘅係另一種叫自我批評人啊，佢哋個心裏面就好似住咗個24小時唔識瞓嘅孫文咁，係咁挑剔自己。大腦為咗自我保護，仲會將啲注意力全部放晒去啲錯處度，搞到成個人長期處於極度焦慮嘅狀態咯。當生命喺裏面嗰個書名嘅開咗妻，身體會有咩反應呢？心跳會跳得好快啦，肌肉又會好繃緊。呢個嘅情況啊，心理學就叫做杏仁學奇蹟啊，即係話大腦裏面管情緒嗰個部分啊，已經響晒個軚盤，反而管邏輯嘅前額葉就完全熄晒機。所以啊，當求助者喊住話控制唔到情緒嗰陣，佢哋講正真話噶，生理上佢哋根本就停唔到。所以啊，我哋千祈唔好叫佢冷靜啲先啦，佢哋改革真係做唔到噶嘛。第三部分，積極聆聽同處標籤化，將行為同自我價值分開。明白咗佢哋點解咁痛苦，咁我哋可以點幫佢哋呢？今日最核心嘅技巧就係依咁多啦。支持聆聽呢個概念真係好重要。我哋要做嘅係為佢哋建立一個好安全、絕對唔會批評佢嘅空間，去接住佢哋嘅痛苦。大家記住啊，我哋唔係要即刻幫佢解決問題，亦都唔好試咁俾意見。你無啦啦爆一句睇開啲啦，反而會令佢覺得自己更加冇用，更加冇人明白。我哋嘅目標係全心全意去明白同陪伴佢嘅。等我教大家一套好實用嘅技巧，叫做去除標籤化。譬如求助者話：我搞砸咗個報告，我真係好廢。我哋可以點樣轉個彎講呢？我哋可以話：聽得出你好緊張呢次表現，所以依家覺得好挫敗。又或者佢話：我頭先鬧咗屋企人，我簡直係個外民。我哋就話：你真係撐得太累啦，已經到咗你自己嘅極限。聽唔聽到個分別啊？我哋要話俾佢知，佢做錯咗嗰件事，唔代表佢成個人就係一個垃圾，要將個行為同佢個人分開咯。
第4部分，情景模擬實戰，理論轉化為實踐。講咗咁多理論，不如我哋一齊嚟做下實戰演練啦。睇下喺真實嘅危機裏面，我哋可以點樣用呢啲技巧。你哋試下聽下呢位打工仔嘅享受。每次喺新公司做報告，我都求出汁搞雜晒，我真係好討厭呢個咁廢嘅自己。喺香港呢啲下下都講求表現，好容易怪責人嘅職場文化裏面，真係有好多人都會咁樣諗噶。面對呢個情況，我哋可以點做呢？首先，我哋要肯定佢嘅付出。你可以話，我知道你已經好努力想去適應新環境。然後呢，將個報告結果同佢嘅個人價值分開。最緊要嘅係，俾佢知道你喺度陪住佢。而家呢度等我同你，我哋慢慢傾下，你覺得有幾辛苦啦？咁樣佢就唔會覺得得返自己一個人面對啦。再睇下另一個情景，真係聽到都覺得心痛噶。有個照顧緊病重阿媽嘅朋友話：我今日對住阿媽大吼大叫，我好似個炸彈咁會傷人，我好討厭我自己。佢心裏面嗰種內疚同自責，真係大到壓到佢透唔到氣噶。要處理呢種更新嘅愧疚感，重點係要話俾佢知，佢絕對唔係衰人，佢只係一個捱到極限嘅普通人。我哋可以講，你唔係怪物，照顧老人家真係好大壓力，你只係去到頂點，太攰啦。跟住幫佢即時斗翻膽氣，我喺度陪住你，我哋一齊停一停，斗膽企起啦，一步步幫佢撕走身上嗰張自我厭惡嘅標籤。第5部分，評估自殺風險安全守則。呢個環節，大家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絕對莫可以掉以輕心。當有一個人憎自己憎到極點嘅時候，危機真係隨時會發生的。評估風險有4個好重要嘅步驟，大家要記心啊。第一，聽下佢有冇直接講啲好似我好困啊，唔想做人啊呢類說話。第二，留意下佢有冇啲唔擅長嘅行為，譬如突然將啲好寶貝嘅嘢送俾人。第三，感受下佢情緒有冇突然之間變得好平靜，呢個係一個極度危險嘅信號嚟噶。第四，亦都係最重要嘅，要直接問佢有冇具體嘅計劃，幾時喺邊度點樣做，千祈唔好因為驚訝避開又問，直接問清楚先至可以真正救到佢一命噶嘛。第6部分，自我慈悲嘅力量，療愈內在批評聲音。當我哋陪批到過咗最危險嗰一刻之後，我哋就要諗下點樣可以長遠咁幫到佢哋。其實最治本嘅方法就係要修復佢哋心入面嗰把係咁批評自己嘅聲音。自我慈悲無希望要揾借口放縱自己，而是去滋養嗰個為了生存已經搏盡老命嘅自己。呢個就是對付心裏面嗰個酸民最好的解藥啦。家庭對自己寬容一點，明白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會做錯嘢，慢慢陪佢揾翻自己嘅價值同自己和解。最後呢，我想留低一個問題俾大家諗下。我哋做義工，成日都好叻去安慰人，但對住自己嗰人又點呢？由今日開始，你可唔可以試下用自我慈悲嘅聲音去推代心入面嗰把成日鬧自己嘅聲呢？記住啊，要幫人，首先一定要識得識自己。今日就同大家聽到呢度先，希望呢啲技術開呢幫到你嘅啦。我哋下次再聽，拜拜。